同款是甲关税有关系的消息。美国总统 Trump 宣布关税政策了后，美国股市就连续2天4大指数拢大了5%。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出席一场校园座谈的时阵，伊是直接表态讲无同意经济政策，警告美国民众一定要做好准备，一定会有牺牲。美国公布对顶关税了后，美国4大指数连续2天分别大跌差不多5%，嘛，互领导政府效率部的负责人，当时阵嘛是特斯拉执行长为马斯克个人资产，伫2天内底减少309亿美金，差不多是代票一条200亿。对此，马斯克伫社群平台 X 平顶批评北京资深贸易顾问纳瓦罗，拢无创作过任何物件，佮伫同一天用失声的方式参加意大利由执政党联民党的大会，透露毋望美国甲欧洲之间是I hope it is agreed that both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move, ideally, in my view, to a zero tariff situation, effectively creating a free trade zone betwee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马斯克表示，这是伊向川普提出的建议，支持互民众伫欧洲甲北美之间更加自由的线顶上便利慷慨。对于川普的关税政策，前美国总统奥巴马伫七月出席汉密尔顿学院举行的会谈的时阵，虽然无指名川普，也毋过坦白表示无认同包括对顶关税经济政策，嘛表示要解决问题，需要依靠所有的美国民众。It is up to all of us to fix this. It's not going to be because somebody comes and saves you. The most important office in this democracy is the citizen, the ordinary person who says, no, that's not right. 对于联邦政府威胁大厦甲律师事务所，奥巴马嘛真烦恼，呼吁民众爱捍卫民主的价值观。是今美国人需要准备好，可能要为此来做出牺牲。伫川普关税出来了后，美国华尔街分析师嘛陆续调整美国衰退几率的预测。摩根大通的研究团队将几率为40%提悬到60%。美国经济学家费洛里评估，今年下半档的经济有可能会连续2季萎缩。第3季的实质 GDP 国内生产模型有可能萎缩1%，第4季预估萎缩0.5%，和全球 GDP 为原本成长1.3%降到负0.3%。国际新闻台是董炳耀。